內地飲食創意無極限，浙江東陽一間咖啡店近日推出暗黑特飲童子尿蛋美式，將當地非遺童子蛋同美式咖啡結合，迅速引發網絡熱議。店方稱，該飲品日銷逾百杯，但外地遊客普遍難以接受這種重口味組合。據介紹，童子蛋先煮熟再用炭火烤至微焦，帶有焦香與鹹味。上桌時加在杯口與咖啡分開品嘗，也有重口味顧客會將蛋搗碎混入咖啡。店方表示，創意旨在融合當地傳統與新潮咖啡。店內還有梅乾菜芝士拿鐵，未來將持續研發地方特色咖啡。浙江東陽有一種非遺美食，用童子尿煮雞蛋，本地人當寶，外地人看了皺眉。其源頭可追溯至北宋末年，結合《本草綱目》中童子尿有滋陰降火的中醫認知，古時百姓將其與雞蛋同煮形成習俗。2008年，它被列為東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當地民間也認為其能輔助治療跌打損傷，頗受本地人歡迎。不過其食用價值係現代醫學界爭議頗大，中醫師提醒其存在衛生隱患，唔係人人適配。腎內科醫生則明確表示，尿液是人體廢物，不提倡食用。